一阵真毋忙会当读册的阿公阿嬷，甲一间废弃超过30年、曾经互讲是鬼仔厝的国小，因之间会蹦出什么款的火青呢？这个故事发生伫嘉义的布袋镇。2019年，离回乡的青年农民蔡建良的号召之下，嘉义布袋蔡埔这个社区的居民，甲正义国小废弃的旧校舍改造活化。平均年龄超过75岁的阿公阿嬷，就将做复校了后第一批的学生。当年这个小朋友坐甲甜的教室，如今将做长辈时代长照的据点。嘛将做每礼拜会固定开一届的老人食堂。一间废弃的国小，一群在地居民安怎重新来唤起着农村的活力？今仔日节目一开始，咱就对着阿公阿嬷来去读册。学校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记忆。天啊，哪个容易啊？你看。即摆来学校上课，你有欢喜无啊？有啊，我来这哦，真拼呢。我们的土地是我们的根，真的很希望年轻人可以留在家乡，有大家的共同帮忙，我们的产业才能活化，才能永续。车未来啦，来这坐啊。透早8点半到14岁带装秀丽阿嬷，拢会走伫门卡口直直看。这是伊一天来上期待时间。因为阮老爸真善嘞，足艰苦诶，袂当读册，还阁7个囡仔。9点啊？是啊，伫咧来啦。一到9点，听到上熟悉喇叭声，就代表上课时间到啊。因想说要甲恁翕相，要甲恁上电视咯，你安尼。阿妈，你即马要去地？啊？你即马要去地？去学校。学校？去学校做啥？做工课啊，迄个运动啦。运动哦。安尼你敢有爱运动？有啊，加做运动啊。这台高人造迷你校车，拜1到拜5定时出动，车顶载的拢是阿公阿嬷，平均年龄75岁。因的目的地真特别，是废校超过30年的嘉义布袋镇正义国小。我先。这个也是吗？对对。搞啥？啊，这边，这边。搞啥哦？行路弯腰，搁拄快啊！这天四大同学真爱读册精神完全袂输少年人。因大部分细汉的时，家境真艰苦，无机会读册。这段短短10分钟的读册路，因已经等伫要70年。我就是互因感动啊吼，真无人我嘛出来咧扫伊嘛，逐工大家安尼做认真要起来上课啊，听着要上课比啥物较快乐，你有无？啊，恁来伫啊？啊，你来做个啥？来，做啥？有水吗？有水吗？哦，嘿对，咱今日要做这只，这只吼，咱来做2只课，才会了，1只课做袂了。咱咧做的中间唔免紧张，咱慢慢做就好。慢慢做，甜哦水较要紧，这天的手作课任务是填布红仔，无就是兼慢脑化，要训练手的筋肉。87岁黄虎良阿公，搁甲记者电工夫。阿公，你搁有法度床针哦？有啊。上内行的。我这目睭活来的。你目睭哪遮好啊？系啊。你唔知影？你有咧保养哦？伊迄拢食迄个。哦。食保养。我拢食凉鞋啊。阿公，你哪会晓床针，搁会晓做红仔，哪遮搞啊？较早吼。我外熬就讲外熬。哪里会接这个？
室内底年岁上大的学生是伊，98岁曾王斗，连少年人拢做袂来添物件的工作，伊拢总有在调做。阿妈，你今年几岁啊98啦。 98哦。98嘞。啊，你搁会咧当添物件哦？我来做啥咧？这苦我家做的。你家做的哦？讲外熬就外熬。啊，你来遮你上爱做啥？我来遮就拢做田尔。无啦，遮啦上课啦。上课我当嘛甲做。伫上课的过程，较袂晓添物件，目睭较无合来，同学嘛真无用。因拍拼用笔来写家己的名，嘛共款得到真侪成就感。让我最惊讶的就是他这一辈子都没有拿过笔，突然有一天就是工作回去看阿妈，然后阿妈就突然的拿了一支笔在写他自己的名字，家己写甲大力讲细粒讲。多姐啊！2019年，家己布地带普社区的居民，甲废弃几啊年的正义国小打造做社区长照服务站。这阵阿公阿嬷变做第一批学校校友，旧校舍总算重现生机。没有人陪他们，所以他们自己在家里都是那种，可能就没事就会睡觉啊，就比较少会主动运动，所以来这边就会希望带他们一些运动，才不会有一些手脚退化啊什么的情形这样。伫时代对音乐制造咧活动筋骨的时，校园的另外一边，人拢叫伊阿龙西的蔡国良嘛伫灶骹顶功夫。咸菜面肠啊，招牌菜就拢好炒味啦，试温看卖咧，爱看气味好咧，袂歹吼，这较好食啊。蔡埔社区老人食堂，逐礼拜三定期开市。社区找有50年餐饮经验的蔡国良来做行政总铺师。哦，煮菜麻烦哦，拢袂使一礼拜拢无去重复着。我拢煮唔敢煮咸，啊唔敢煮伤咸。啊，那想暗时拢会想啊灭去一个。70岁蔡国良，同款是社区在地居民，目睭白拍拼练出伊的好功夫。即马真熟手的古早味，其实是传承妈妈的味。对啊，种什么？对啊，所以大家食了讲，学了我也袂歹。爱讲好，啊我就搁继续搁煮。随着食饭时间愈来愈接近，社区的青年嘛拢开始出现。通常我们一天要打多少点打？差不多70到75。那你怎么会来帮忙？刚好这个社区大家需要帮忙啊，就过来啊。看到他们吃的开心，你就对啊，对。我们村庄年轻人真的太少了，集合一些年轻人来帮忙，还不错啊，跟老人家玩也不错啊。好食哦。你会做啥个电话来？不要呢。你这好食嘞。这我煮嘞。跟我比你煮的较好食。好食咯。啊，较清炒。 70份小富户的爱心便当是社区居民做伙完成的，甲嘴拢是幸福的滋味。辣便当有好食无？好食。红菜头啊？红菜头我你不爱食红菜头？啊，我记得阿嬷有经食，你敢有经食？我讲较无经食。哦啊，可能你有较乖。我较乖，有够多的阿公阿嬷家己校园充满活力。 不过，你凡事真歹想象，有60年历史的正义国小，也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。不仅农村老化、少子化的冲击，正义国小在民国80年废校之后，曾经荒废多年，曾经陪着孩子一起长大的升旗台前，如今杂草丛生，墙面上也布满岁月痕迹。这边的树都是原来学校的树。之前我们认养接手的时候，这边就像一个荒废的那个树林一样。而且又被号称为鬼屋。伫
1962年成立的正义国小，上侪人的时期有将近2000人。伫半世纪之间，因为农村人口刷出去，1991年变作嘉南平原第一间荒废后的国小，后园几啊年无人管理，爬远去，甚至变作治安破空。 这一间以前是我们的类似音乐教室，风吹日晒，所以那个瓷砖都已经膨空起来了。你看到的比雨漏还雨漏。电线呢？这个电线。电线里面都是空的了。被偷光光。对，偷光光，灯座啦、门啦，什么都被偷了光光，能卖的都被偷光的了。除了小偷啦，还有一些吸毒的也会常常来这边，就是变成社区的一个死角了。 高登来到母校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蔡吉良心内真侪感觉，伊决定要甲在地居民渐渐放袂记的回忆吹回来。以前这个地方是我们学校的仓库，就是放一些除草工具还有扫把的仓库。那目前来讲，它整个整理完以后，它现在变成我们一个社区照护的一个场域，就是不弯腰菜园。 叶刀来了，刮韭菜啦，刮韭菜恁看啦。刮了心情好去啊。阿妈，你当有爱种菜啊？种12岁，种到即阵啊，哪有12岁啊？像安尼唔免下甘有较好啊？哇，较轻松，唔免下个。对蔡吉良做伙行入去社区。 目睭所看到的，拢是年岁较大的四大人。今仔你今年几岁啊？84咯台湾母也无几岁啊。阿妈，你84岁，搁爱做事咯？啊，变成色安尼啦。甲你请问，你今年几岁啊？啊，你今年几岁啊85岁。85岁哦。查甫差不多我排第3坎的，第三楼的啦。啊，就表示讲遮的人较健康啦。我是会使安尼讲一下。看到这种老化，而且整个社区渐渐没落，既然我有回来了，回来是照顾我妈妈，那就是把这份心，就是照顾整个社区的阿公阿嬷这样。蔡埔社区是家己严重老化的社区之一，在地居民大约230个人，超过一半，将近130个人，拢是65岁以上的时代。要改变社区，需要新的假日。 我现在在拆袋子，就是因为明天早上要采收，就是以这个米粒为主，米粒蓬就是代表已经成熟了。这28年找蔡中药是在地较无20位难得的返乡青农之一。我之前也是在餐饮做一些就炒菜啊干嘛的，也是在餐厅里面，在外面大概4、5年有了。 因为回到故乡是，因为我本身就在这里长大，小时候就在这里，然后我又是独子，爸妈，然后家里还有阿嬷啊，就是还有责任在啊。刚好政府又在推广青农回乡，然后我们就顺其自然就回来了。当初的农业菜鸟啊，即马种卖2分地菜园，成果真好，唔但会当维持生活，嘛变做照顾社区时代的重要生力军。 理事长，好，上课归来。啊，多谢你。啊，真可贵嘅食好无？袂歹啊。迄天现晚上请的菜色直接送去老人食堂，欢迎青年贡献家己的力量，共同把社区时代当作心肝肉来照顾。因为刚好是我们社区有老人食堂这个东西，这个又刚好是我自己本身在种植，提供给老人食堂使用。有老人嘛，然后自己的阿嬷还是隔壁的阿嬷都在这边上课，然后又刚好可以吃到自己孙子种的东西，这样子还不错。我们的土地是我们的根，我想回来，就是我想把这个根继续留在这边。真的很希望年轻人就是可以留在家乡，有大家的共同帮忙，我们的产业才能活化，才能永续。
爬远的学校。一阵阿公阿嬷种喺农村已经过真久才有的活力，在地居民共心，用真高的人情味为故乡留下上水的印记。